292，好，来。总是咱的信息内底有反复记号，所以咱爱记一反复一次，好，所以就是唱2摆。信息500。灵魂最高无言的510。我主所行的路步，应该对主来行。这就是这一个做持者牧师，咱因为那给信息的人，你会当看伊的下面有一个做持者蒙娜伊是一个牧师，伊对咱长老教会的信息真大的贡献。他奠定了长老会圣诗的基础。伊会写这首，伊的歌出自《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啊，恁着坚固，无忧愁，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在恁着活伫主。毋是空空，伊为着用安尼来安慰、来鼓励遐个服侍有拄着感觉患难的兄弟姊妹，遐个信徒，所以伊特别为上尾即句讲，这是我主所行的路步，应该对主来行。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即摆最后我们看最后一首唱一次就好。不过，要请明白，就是402首，我们唱一次就好，听咱个主题来达到敬拜。唱2摆，
口罩，口罩。请咱预备先，请礼拜要开始啊，请咱的手机啊关机，咱来礼拜来到上帝面前。若毋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毋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谨慎。请咱做伙因起来阿罗上帝，圣诗第292首，圣诗第292首。现在，现在，现在，请咱起立来因传手。请咱永远徛伫个，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献诗上头前，咱重新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
伫本州壁倒人来受苦，并是个死埋葬轮虎。第三位伫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庭，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马请咱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26篇，启应文第26篇，就是腓立比第2章记载伫圣经后壁伫1103页的所在。我来启，请兄姐来引，咱用教导的方式来启应。既然你甲基督既然有得到激励，既然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既然恁有经验上帝的慈悲怜悯，恁就有上款的心智、上款的疼心、和爱的感情、一致的想法，通互我充满欢喜。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浮盈。反倒着有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贤。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性质。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正避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共款，用人的形体出现，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架顶。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使伊超越万名的名号。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天顶、地上、地下，一切骹头拢会跪拜。咱齐声来读，一一切切罪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即马，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爸上帝啊，感谢你，互阮会使来到你的圣殿，同齐来礼拜。感谢你丰盛的供应，互我伫生活中无得欠亏。感谢主甲咱的同在，互阮伫生活中会大细汉的代志，拢会来倚靠你，行过每一个艰苦的代志。我嘛要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有时咱会对主你无有够有信心，总想要家己做主，无互主你来掌权。我有时嘛时常埋怨，无看到生命中阁有真侪感恩的代志，阮也时常为自己累积财产第2张，嘛毋是停顶。以上拢求主来怜悯咱的软弱，赦免阮的罪过。阮为着今日来聚会来祈祷，求圣灵帮助咱开阮的心门，求圣灵来到阮的中间，甲阮同伫的，互阮得到智慧，领受牧师，借由圣神借由牧师
带来你要甲阮分享的信息，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上帝的祝福甲快乐。以上祈祷奉主耶稣的名。免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26节到31节。哥林多前书第1章26节到31节。好，我来读。兄弟姊妹，就会记着上帝呼召恁的时，照人的标准，恁中间无偌济人有智慧，无偌济人有快乐，无偌济人上了阶级。上帝故意用世间人看做戆的代志，互巧的人见笑；上帝用世间人看做弱的代志，互强的人见笑。上帝用卑贱的世间人所藐视的看唔到捌的代志，破坏人所看到的，就安尼世间人都会伫就上帝面前夸口。毋过上帝教恁甲耶稣基督结连，互基督诚侪咱对上帝来的机会，就是互上帝甲咱有互伊的关系。同时，诚侪上帝圣洁之民，各得到自由。照圣经所记载的人，要夸口的人，就夸口主。以上，愿上帝的话，诚侪人会智慧甲帮助。此时，请咱教会社青团契要带咱来学拢上帝。伊所要学拢的诗歌是在乎耶和华。
个水的歌声，真侪芳芳的坐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日要互咱证道的是本堂的林有新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上帝国临在观。将时间交予牧师。真感谢主咱的城春堂客今仔日用着真洪亮的声音帮助咱伫今仔日一开始互咱有真安尼带领咱会通安尼将真好的即个声音来献予上帝。咱也要透过咱家己本身互咱每一个人拢会通将咱家己来献予主来使用。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你圣的主日，主你搁一摆呼召阮来到伫你的面前。主，阮知，阮拢有无够额，但是阮欢喜，互主你使用。当主你呼召阮的时，主阮会晓帮助阮，会晓随时来回应主你对阮的呼召。阮安尼恳求祈祷，拢唱过做基督圣名。阿免。即几礼拜牧师不断伫遐咧讲到有关即个信仰的一寡观念的问题。咱捌讲起到有关圣经迄个上帝国的经济学。伫迄中间，咱讲起到咱伫咱的收入的内面有79%是属伫咱会通控制，有21%毋是属伫咱的。咱也捌讲起到有关上伫咧基督徒的迄个谦卑的即个观念，其中去讲到到底什么人是咱的老师，嘛伫迄个中间，咱也会通知影讲，咱需要用到迄个你是我的老师安尼的迄款的态度来安尼对待咱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接着咱也捌安尼。提起到着即个基督徒的苦难观，互咱伫咧苦难的内面，咱无搁埋怨上帝。咱也伫咧迄个安逸的迄个过程内面，咱无袂记得上帝。无论伫咧什么款的境况，咱拢需要倚靠上帝，经历上帝。上帝也借着即个苦难带互咱侪侪的机会得到启示的机会、突破的机会，以及着成功的机会。甚至，互咱有迄个得胜的机会。煞只咱嘛捌提起着迄个属上帝迄款安尼婚姻的观念。伫咧美满的婚姻的中间，是在伫咧迄个社己的中间来建立不断伫遐来改变咱的家己的自我，来适应对方毋是要求对方来改变，乃是改变咱家己。咱煞只也要继续来讲起着即个上帝国的临在观，检测咱会通安尼咧透过着咱来效法耶稣基督，以迄款安尼的迄个模范来学习，安尼耶稣怎样伫迄个中间来竞选门徒，来建立伊的迄个上帝国。咱会通看见着伫咱安尼世界各国各地侪侪的主的教会。无论伫咧大细，是安尼，迄落常常会通安尼讲发出一个安尼的迄个呼求，就是讲着讲教会安尼欠缺人才。毋知影咱会感觉讲咱南洋教会敢有欠缺人才？服侍的人来来去去，拢总是共一班的人，到最后。安尼服侍甲安尼，咱讲叫做精疲力尽，精力耗尽，精力耗竭，而搁迄个中间安尼，遐个会通看去讲，遐个无咧服侍的人，伊悠然继续停留伫咧迄个原地。但是教会真正敢有欠缺人才吗？是咱伫咧即个栽培人才的即个中间，咱的观念。有错误。咱来了解就是栽培迄个人才迄款的观念，互咱安尼，咱需要来问咱家己，咱所选择的到底咱是选择迄个叫做讲用迄个选择迄个会走路会行路的，毋是会走路，
会行路的人，是迄落会跋倒的人，会走路的人，嘛会行路的人，会行路的人，安尼即个代表着某一种的迄个运势，安尼已经安尼操练甲非常的安尼讲成熟，伊是一个有经验的人。迄个会跋倒的，伊所咧表示的是代表着伊伫咧某一种的运势顶面，伊犹原抑阁伫咧学习的过程内面，伊犹原抑阁是会迄个出差错的。但是耶稣伊的模范到底是啥物货？伊是竞选迄落安尼会跋倒的人，是迄个渔夫，安尼是迄个安尼抽象的迄个细字。才会咱讲看做迄个无学问的遐个咱讲遐个无学问的，才会迄落咱讲甚至讲遐个讲小民安尼的人来做迄个门徒。结果上帝主耶稣伊却是用着遮个人来建立伊的上帝国。耶稣无竞选遐个安尼会晓行路的人，遐个人就是代表着遐个祭司、文士、法利赛人等等遮个有学问的人来伫遐来做门徒，来建立伊的上帝国。伊伫迄中间遮个咱会看见，遮个家己掠做家己会晓行路的人，因是安尼真容易骄傲，遐安尼讲自以为是，无法度顺服上帝。无法度顺服主的意思，反正遐个会跋倒的，因遮个人，因容易伫迄中间，因谦卑，安尼毋敢掠做家己是对的，来以撒反而安尼会通伫迄中间伫遐来顺服主的意思。咱通看见着安尼有一寡教会常常安尼，因安尼无愿意付出迄个代价来伫遐培养安尼。遮个教会内面的人才，伫遐来训练人。侪时阵，甚至因是想讲咱讲用台湾话叫做讲捡大水茶，就是讲人已经拢修成好的，就错咧，甚至安尼水冲来，伊捡咧，伊家己用。咱伫咧教会内面，依然会晓看见着侪即种安尼的现象。不管是教会内面尤其是其实伫咧都市教会即种现象愈明显。亲像讲，咱伫咧宜兰，咱有侪人因为读册缘故，甚至后来就业，咱会去到伫都市的所在，伫遐来就业。结果咱伫咧庄脚的教会伫遐来训练侪安尼住所安尼通用真好的人才。结果落尾手，因为伊的生活的缘故，伊需要去到伫都市。都市的教会就将这个收落来，就做真好的工。但是伫咧安尼庄脚的教会，依然继续伫遐咧安尼尽力伫遐咧培养上帝国度的人才。如果都市的教会咱也无安尼迄款的看见，咱嘛伫迄个中间来为主的教会来培养人才，安尼咱犹原只不过是干那迄个叫做讲，迄个叫做会行路的人，咱毋是迄个会跋倒的，因为咱伫迄个中间，咱无法度去来伫遐来训练侪上帝所要需要的人才。所以上帝有当时，咱会通看见讲，有当时上帝安尼，互咱的是啥物货？互咱的是半成品，佫需要加工。有当时甚至敢若只有互咱原料，咱需要伫咧中间佫较侪会安尼甲伊修正去甲改变，互伊会通成做一个真好伫咧上帝国内面所要用的人才。所以咱会通看见的，就是咱每一个人认真讲，咱每一个人应该拢是叫做施工中的人。
也是上帝，伊伫咧迄个中间，伊不断伫迄个中间，伊伫遐来甲咱修整，伫遐来甲咱修整，为着要互咱成做伊合用的器具。所以，咱到底咱是要成做迄个主所要用的人才，还是咱犹原继续咱伫咧教会内面，有当时咱会惊讲别人毋知安怎看我，我所服侍的是毋是安尼无够额，所以我规气我莫服侍。这也就是安怎？咱伫咧今年，当咱选出咱这新任的这职事的时阵，咱教会做一个改变，就是咱要互这新任的职事一开始就参与伫咧教会的奉事。教会的即个事礼，的即个事工，咱伫遐期待咱的即个少年的职事，互因会通伫咧礼拜的时阵，会通讲真好的台语，也会通帮助咱所有众兄弟，会通有真好的礼拜。如果咱若无有机会，互因来参与伫咧事奉，咱搁互你搁等个2年了，犹原共款是袂晓讲台语。咱只有伫遐个中间，伫遐安尼用到真肯定，伫遐来帮助着咱的这少年的职事，互因参与伫咧教会任何的奉事，咱就要看见咱的教会的人才对哪来哪济，敢毋是？所以咱教会需要是提供机会，互侪咱的这同工，互伊遐特别是欢喜主所使用的人，因伫迄个中间，伫迄个中间安尼得着培养。所以咱需要问的是，安尼咱敢加互人绊倒？即个绊倒毋是迄个犯罪迄款安尼的绊倒，乃是迄个咱讲出差，出差错，咱敢安尼加互人伫迄个中间，伫咧服侍中间来安尼有迄个接纳伊所犯的错误。伫咱华人的即个文化内面，迄个因为安怎？因为咱爱民主，咱安尼惊犯错，甚至咱伫咧公家的文化内面，甚至咱讲安怎？咱为着惊图利他人，因为伫咧做代志，咱伫咧公务人员惊讲，因为咱的迄个所做有那种图利他人之嫌，结果是啥？我不做，就拢无代志。至到咱会通看见的，就是伫咧公家机构，因为安尼缘故，地数这嘛毋敢做，迄嘛毋敢做，规个社会、规个国家就安尼迄个进步的迄个脚步哪来哪慢？咱佫伫咧迄个华人的即个文化内面，佫认为安怎袂使犯错，因为犯错就会互处罚。特别是伫咧咱即马的即个咱的即马即个社会氛围，你只要一点点错误，当你想要做大官的时候，咱最近开始咧选举，咱就通看见讲，人只要一点点迄个错误，去用掠掉迄个把柄。你看伫咧选举的时阵，就安尼迄种真无情安尼迄款的攻击。这对这个社会敢有帮助？何况咱伫咧教会奉事的时阵，如果有人欢喜互主使用，咱若伫迄个中间，伫迄个伫遐来指责伊，互伊就毋敢来奉事，安尼敢是主所看做好的？咱拢需要用着上好的方式，咱准备咱家己上好来互主使用。但是，咱袂通将迄个咱讲迄个完美主义当作是咱的上帝。讲只有伫咧一定要到上好，你才会使互主使用。你若还袂到是上好，你拢总袂使互主使用。安尼的时阵，啥物是上好？这是咱需要去问的问题。所以，也因为安尼造成咱毋敢伫遐安尼尝试。甚至毋敢伫迄个中间伫遐来冒险，因为安怎，咱伫咧中间
咱毋敢尝试低俗到怎啊限制咱家己无法度突破。迄款的伫咧教会，如果你伫咧教会奉事就无法度突破，安尼咱要安怎伫咧咱的社会顶面做出迄个突破？咱应该安尼讲，就是讲叫做犯错是正常，因为咱拢是人，咱拢会犯错，别人犯错是正常，所以别人正常，咱却伫遐来咧生气的时阵，变做啥物货？咱无正常。就是讲，是安怎我安尼讲，种别人犯错是正常。伫咧即个所在，迄个犯错就是伊袂晓，伊伫咧即个所做的即件代志，伊袂晓，所以伊袂晓是正常。当伊袂晓，结果咱伫遐咧生气，安尼是毋是咱变做咱无正常？因为咱无看见伊袂晓啊。所以咱需要伫迄个中间不断伫迄个中间安尼调整咱家己。如果咱也伫遐生气，就变成做咱伫遐无正常。所以伫咧教会内面，咱逐样的服侍，咱所用的人，咱兼拢总是迄个叫做会晓行路的人，是咱教互遐个会跋倒的人来有机会来参与伫咧服侍内面。伫咧回答即个问题之前，咱搁来互咱搁一摆来回顾，遐会晓行路的人是安怎？因是怎样学会晓行路的？遐个法利赛人，因是原底出世，因伫咧法利赛的即个家庭内面，伊就已经是真做法利赛人吗？遐个文士，因出世，因就通真做文士吗？因敢毋是嘛？是安尼一步一脚印，安尼伫迄个中间，伫遐。是，互因的家族来安尼影响，来伫遐培养，互因成做迄个文士，成做法利赛人。迄个，咱搁来看的是讲，遐会行路的人，咱安怎来看因安怎来学习？咱用想象讲，父母怎样来训练因的囡仔来伫遐行路？就是互互伊的囡仔有机会跋倒，敢毋是？伊伫咧跋倒的过程内面，敢讲伊囡仔跋倒，伊就伫遐来甲伊骂，你即个戆囡仔，安尼带你行遐济遍，抑阁袂晓吗？毋是啊，咱伫咧看到囡仔伫遐咧行路的时阵，你后放，行一步，咱就伫遐后放。伊阵啊跋倒的时阵，甲你扶扶咧，阁安怎？来，爸爸妈妈，互你啥物款的奖励？给你一支棒棒糖，伫咧头前甲你印。互你就安尼一步一步开始行，敢毋是？不断伫遐来鼓励，所以跋倒是正常的。别人表现正常，咱互伊安尼迄款甲伊鼓励，咱才做即个世间的即个父母，拢知影遮尔简单的原则，咱拢会晓训练咱的囡仔行路。但是伫咧教会内面，咱却用迄个毋对的方法。来伫遐来训练咱的同工，所以教会内面会找袂到迄个会晓行路的人，因为往往因为栽培方法毋对，所以每一摆当咱若想到要栽培人才，咱直接会去想到是啥物个？咱会去想到就是安尼做遮个装备的遮个课程，开做遮个课程来教导。行路的技巧，甲行路的方式，但是咱看见的是啥物货？路尾手却无用安尼学晓行路。毋是讲这个课程无真重要，重要的是因为若是学晓行路，需要是啥物货？是需要是实践，是实做，是经验。伊伫咧行路的过程内面。跋倒的时阵，伊阁爬起来，伊知影讲伊是安怎跋倒，伊就是伫咧迄个中间一步一步开始踏出伊迄个成功的路，成做一个会晓行路的人。所以，即个操练的过程，毋是迄个纸上谈兵。所以，共款咱若教会内面有做遮个装备的课程，装备了，咱需要是啥？操练。咱需要是实践，照着咱所
领受到的，搁过来爱伫咱的生活内面活出来，来真正实践出来，互咱真正咱所学的，无搁再真做是干那咱的财物知识，乃是实际上真做咱的性命一部分。但是咱会通看见的，就是咱伫咧教会内面服侍，大部分咱拢干那只有重视迄个迄个拢技巧安尼尔。但是人必须要站起来，勇敢踏出迄个第一步。咱就要抱着迄个安怎讲，毋惊跋倒迄款安尼的迄个心志，人才有法度学晓行路。这需要有安尼迄个信心的行动来帮助咱。亲像讲啊，咱会通看见迄个讲道的人是怎样会晓讲道。咱若有机会去参加新人院内面毋免偌久吼，干那1年啊，一入去到新人院，第一件代志就是叫你讲道。当牧师当初时，还阁伫咧新人院一年级的时阵，就安尼受到新人院的要求，阮需要去到伫教会内面见习。见习无，佫毋是实习无。见习就是对着遮个迄落学长，吼，伫咧教会内面参与侍奉，甚至要求你讲道，你就爱讲道。1年啊，迄个时阵敢有训练你讲道？无，但是就是互你去哩。哦，甚至新人院1年啊，当新人院奉献主日的时阵。伊受派去到伫教会地方的教会，伊爱讲道无？爱讲道。伊敢有训练爱你讲道无啊？因为其实讲道一个真要紧的，就是你伫咧将你家己的性命讲出来，你怎样上帝安怎甲你改变？所以我拢会鼓励遮个新学生讲，你拄啊一开始去到伫教会的时阵，你毋免讲。吼，偌济遮个财物，你只要干那讲上帝安怎改变你，互人认捌你，互人看见你的性命，迄款的改变，将眼光归伫主。所以咱会通看见同款的，咱会通看见着遮像讲遐个报道家，因安怎来参与伫咧迄个报道，因游玩嘛是伫咧迄个伫咧。因用着欢喜的心，互主使用，因就伫迄个中间，伫遐来报道，伫遐来安尼，伫遐来宣讲。虽然讲有当时感觉哩哩啦啦，但是上帝就使用安尼的人，一遍两遍，伊伫迄个中间伫遐来修正，伊就成做一个会晓报道的人。亲像咱会通看见，咱过去，咱会通看见着咱过去遮个咱。像讲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初代，咱100多年前，咱的教会，有的人会讲咱长老教会是真一个无属灵的教会。我讲，迄是你对长老教会的无认捌。咱长老教会伫咧100几年前的时阵，咱就开始咧赶鬼，赶鬼无属灵嘛。因是安怎有法度赶鬼？因敢毋是嘛是共款，我靠着主上帝伫遐一遍安尼一遍两遍伫迄个双岸伫遐赶袂出去。伫咧圣经内面看见圣经内面主耶稣安怎教，因就搁安怎做，是安尼一步一步教出来。所以咱会通看见讲，亲像讲伫咧花莲即摆已经退休的黄连成牧师，后来甲黄瑞成牧师，因安怎伫迄个中间，因安怎服侍伫遐咧赶鬼。伫遐咧做服侍，因嘛是对袂晓到会晓啊。同款，咱需要的就是迄个毋惊伫咱的行动的内面，咱毋惊安尼，咱讲无惊，嘛无伫遐惊乱，甚至嘛无惊失败。咱干那欢喜互主所使用，所以咱会通看见是咱一个信心的行动，一个真要紧的，就是第一个咱爱大胆，咱讲无惊吓，爱民主会抵到失败，爱民主佫惊安尼讲，咱讲惊讲怕丢脸，毋敢安尼尝试抵到咱
连一步都踏袂出去，咱毋敢伫遐来突破。但是，这会晓的人，因拢是对迄个袂晓来开始的。伫咧伊的实践的内面，伫迄个犯错的过程内面，因看做讲，咱讲食苦当作食补，伊伫遐安尼伫遐不断伫遐操练，就将迄个原底本底袂晓的，变做后来变做迄落会晓。迄个咱会知影讲，迄个犯错是正常的。只要咱实践的机会哪来哪济，咱就渐渐哪来哪会晓。所以咱毋若爱互迄个遮个安尼会绊倒的人有机会伫迄个中间来服侍，而且爱搁伫咧当伊伫咧失败的时阵，伊伫遐安尼伊的行动安尼有安尼失错的时阵，咱需要是鼓励伊，互伊有机会搁一摆来徛起来。所以，咱会通看见第二个信心的行动的第二个就是咱无惊袂晓。我会通有当时咱会通伫咧教会内面看见一个现象，就是当不管是牧师也好，长执也好，伫遐来邀请着咱所有遮个同工，咱的所有咱的兄弟来参与伫咧某一个事奉的时阵，咱拢会讲安怎？我袂晓。如果咱若是用创世纪来看的时阵，上帝伊安怎伊安怎讲伊家己的创造？伊创造每一项代志，伊拢讲好。难道伊创造的人会无好吗？上帝若要使用你，结果你讲你袂晓，无毋对，有可能你袂晓。但是重要的是，咱有欢喜要主使用无？当咱袂晓的时阵，讲主啊，我袂晓，但是我欢喜互你使用。咱毋惊咱袂晓，咱是干那惊咱无要互主使用。所以第二个信心的行动，咱是毋惊咱袂晓，咱欢喜互主使用。第三个就是这个信心的行动内面，咱毋惊乱。咱伫咧做每一个事工的顶面，咱会知影，就这个事工。检测原底对我来讲，我是生疏的。安尼要怎样？伫咧即个做的过程内面，我犹原做了会真乱。但是咱却是伫咧乱的过程内面，咱一步一步哪来互咱所做的事工哪来哪好，敢毋是？所以咱毋好一个咱的事工一开始咧做真乱的时阵，咱就开始指责。咱是伫咧迄个乱的内面，咱去甲迄个。乱要安怎甲伊修正，互伊哪来哪袂乱？第四个行动就是咱毋惊失败，咱毋惊失败，做愈济，咱就愈袂失败，因为咱伫咧迄个过程内面一遍两遍，咱伫咧中间伫失败的过程内面跋倒，咱就是佫爬起来。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晓伫咧安尼的过程内面开始咱的即个信心的行动。咱伫遐来反复，伫遐来操练咱本身，咱开始来咱的踏出咱的信心的第一步。咱互咱对迄个袂晓，成做迄个会晓；对迄个乱，一直到袂乱；对失败一直到成功。所以咱都亲像圣经内面甲咱讲的，圣经安怎讲？伊讲。恁若继续遵守我的话，就实在是我的温度。恁会捌真理，真理会互恁得到自由。伫即个所在，咱会通看见的是啥物嘿？伊讲他说遵守啦，所以咱会记得就是迄个是爱大声声遵守。所以讲上帝伊怎样讲，圣经内面怎样讲，咱就伫迄个中间来遵守，咱。就会通伫即主要所讲啦，讲实在是我的温度。到后壁的，当咱遵守的时阵，安怎讲？咱就会捌真理。伫咧华语的和合本内面，原本迄个旧的和合本内面讲的是迄个，你们就晓得或者说迄个晓得真理但是新版的即个翻译。已经甲翻做叫做明白认识，
哦，你们将认识真理。就讲你伫咧遵守，你伫咧遵守上帝的道理，伫遐遵守上帝的话了后，你就会捌啦。所以，咱若迄个第一步，迄个遵守咱就无的时阵，安尼咱要安怎讲？咱明捌真理，迄个遵守是啥物？遵守是爱有实践。当咱遵守，咱就捌真理了后，真理安怎？互咱得到自由。所以，上帝的真理甲教导是伫咧咱迄个行动会了后，咱才会开始安尼明白晓得迄个真理。同款，咱伫咧服侍上帝的时阵，咱伫咧咱的实践的过程内面，咱有缘才有法度来去安尼明白即个真理，也是讲明白咱的主上帝。咱透过咱伫咧服侍，透过咱伫遐搁较侪的行动的过程内面，搁较真清楚来明白咱的主、咱的上帝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主。就较亲像迄个下半岛的人共款，伊是伫咧实践的内面，渐渐来去明白要怎样去行路。这就是安尼就会通伫咧自由安尼来伫咧伊的生活内面有一个安尼因自由的行动。过来，咱要来好好来去想的另外一点，就是咱必须要改变咱选人的条件。上帝伫咧选人的条件到底是啥物款？伫咱今仔日的经文内面，咱会通看见。伊伫迄中间哥林多前书第1章内面，伊伫遐讲起着，我用台语，伊讲兄弟姊妹，着会记得上帝呼召恁的是照人的标准，恁中间无偌侪人是有智慧的，无偌侪人有能力，无偌侪人属上流阶级。上帝故意用世间人看做戆的代志，来互巧的人见笑；上帝用世间人看做弱的代志，来互强的人见笑。上帝用逼真的世间人所藐视的、看唔上目的代志，来破坏人所看重的。上帝选人并唔是因为人有智慧，也是伊有偌济的能力，也是伊偌尔尊贵。上帝伊往伊所选的是啥物话？伊所拣选的是迄个愚戆的，是迄个软弱的、逼真的，是互人厌恶的，甚至是迄个咱讲伫人看落足无路用的。但是伫上帝眼中，迄个原底迄个伊家己自认伊家己是迄个愚戆的、软弱的、逼真的，互人厌恶的，是迄个一无所有的，这个人才是上帝通用的人。咱会通看见伫咧旧约内面一个真明显的例，就是摩西。摩西伊伫咧伊的生平，咱就会通看见，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真理，就是当伊伫咧即个埃及的风中的时阵，会通讲伊化水的坚冻。伊甚至摩西伊家己嘛看做伊家己是有气力的，所以伊感觉讲伊有才调通来帮助伊的同胞，敢毋是？结果是怎样？当伊安尼做的时阵，伊落尾手，伊成做一个逃犯。伊逃去到伫旷野的所在，来逃闪法老对伊的即个对立。伊去到伫旷野伫遐来牧羊。上帝伫咧迄个所在，伊有缘无使用伊，互伊伫咧旷野40年。伊伫迄个所在伊伫遐安尼40年了，当摩西伊已经80岁啊。伊到80岁的时阵伊感觉伊家己是一个，咱讲伊一无所有伊安尼讲伫咧摩西伊家己对上帝讲，我的主啊，我毋是迄个敖讲话的人，我甲你的奴仆你的仆人讲话了后，嘛是安尼。伊讲我是喙齿钝的人。当摩西伊伫遐开始，伊伫咧旷野40年了，伊发现伊家己什么都不是啊。上帝伊才开始呼召伊，互伊安尼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为什么上帝往往拢要爱使用这愚妄的人，啊，是讲咱讲无路用的？搁较明确来讲，应该是讲，因为上帝是安怎要来使用这个家己认为伊家己是迄个愚妄的人？一个自认愚妄的人，啊，伊清楚知影一件代志，就是安怎，我家己袂晓，所以伊会晓伫迄个中间伫遐来倚靠上帝，伊愿意伫遐来对迄个安尼讲追求人的帮助。这就是有一个迄个谦卑的心。上帝选人的条件，就是选择迄个谦卑的人。只要咱若伫咧上帝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志，无论咱是偌尔有智慧，还是愚妄，上帝拢要使用。但是若一旦咱骄傲，上帝就无要用。就较亲像伫咧以西结书内面这二足细字的吼，咱家己嘛通伫咧厝诶家己来看。咱来看以西结书28章内面所提起着，这就是咧讲起着一个天使长，上帝的天使长，伊伫咧中间，伊安尼伫咧伊的心，伊踮伫咧上帝园的内面，伊安尼讲，伊会伫咧伊的心上佩戴着逐样的即个宝石等等遮的，伊落尾手，伊看伊家己做到。伊家己伫遐心内有做骄傲，伊甚至伊想讲要用家己来取代上帝，上帝就无法度互上帝使用，伊就许上帝甲伊拍入坠落去到伫地呢。伊伫遐心中，因为伊伫遐掠家己做牛做大，伊用光，因为用光来就败坏伊的智慧。人什么时阵自卑，什么时阵就会互上帝来伫遐来得到提升。这是咱伫咧安尼，这是上帝爱咱伫迄中间，特别是伫咧彼得前书内面所讲起着。所以为什么上帝要使用这谦卑的人？教会抑阁犹原安尼欠缺侪这个服侍的人，毋是上帝无要用，乃是兄弟姊妹对服侍这个观念需要来得到调整。今仔日若上帝要用咱，互咱机会服侍伊，咱应该要怎样来回应？伫咧教会内面，常常有安尼的教导，就是对伫迄个属灵的服侍，咱需要有认真祈祷，伫遐来对找找是毋是上帝要爱我安尼做？但是伫咧迄个祈祷的中间，伫遐等待，常常会互人来伫遐来安尼讲，迄落咱讲消灭圣神的感动，直到侪人失去互上帝所使用的机会甲时机。我之前有讲起着，牧师伫咧要去读神学院进前。上帝感动爱我去读神学院，但是我伫迄中间，我有侪的犹豫，我对上帝有侪的 complain， 甚至对上帝有伫遐安尼要求印证，因为这是我过去我所学习的，所以我讲上帝伫遐求印证，但是后来我伫咧一边，我伫遐求印证的迄个过程内面。因为我所学习的就是迄个基甸向上帝讨的迄个印证。当我伫遐咧一遍的主日礼拜，我伫遐心内伫遐咧伫遐，上帝伫咧我心内一个感动，讲基甸不管伊所讨的迄个印证，迄个油门大的，还是油门淡的，基甸拢爱做一件代志。什么代志？就是上帝爱伊去做的代志。所以你不管你求什么款的印证，你拢爱去安尼，你求迄个印证要创什么货？这是我去读神学院落尾手，我放弃我的印证，因为我真清楚知影上帝爱我去，上帝嘛照伊的应允保守，互我不管是我的家庭的经济，拢得到安尼维持。我伫咧读
新人院7年的这个过程内面，互阮拢无得到欠亏。所以上重要的是，咱毋通安尼去消灭圣神对咱的感动。最时阵，咱拢会用到一个真属灵的迄款的迄个言辞，讲安怎？当人要求你参与某一个事工、某一个事奉，咱拢会讲啊，我祈祷看卖啊。有无？你听过无？你听过即款的安尼的信息无？当人安尼甲你讲的时阵，请你甲伊讲，安尼你要等到什么时阵？宜兰教会啊，咱过去即个基甸会，基甸会的即个咱宜兰支会的会长，伊已经拄啊今年才拄啊死。伊伫咧还袂死之前，伊伫咧旧年，伊就来我讲，牧师，我有迄个感动，想要去读新人院。我还阁伫咧祈祷，我就甲伊讲，安尼你要祈祷到什么时阵？讲你上好的对，到底上帝有真正有要呼召你去读新人院无？直接的印证就是啥？你直接申请嘛。你申请，如果你若是申请教会无准，也是新学院，你伫咧考的过程内面考袂调，这敢毋是就是一个印证？你拢总无，你若干那一直伫遐祈祷讲上帝亲自甲你讲，安尼你搁10年，可能你嘛是还搁伫遐咧准备讲上帝有甲我感动，我才要来去读新学院。所以咱需要伫咧迄个过程内面，咱爱真清楚知影，咱是凭着咱的信心，爱有踏出咱信心的第一步。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真正用着正确的方式来对迄个超出上帝放伫咱的心内的迄个心意。教会若改变用人的迄个观念，不止安尼是干那遐会晓行路的人，也互遐袂晓行路会跋倒的人，互因有操练的即个机会。咱的兄弟若改变迄个服侍的观念，愿意安尼紧互上帝使用，安尼教会就有侪迄个空间来栽培侪的这人才，教会就会成做一个栽培人才的所在毋是迄个一个干那只有会晓利用人才的所在。咱会通看见的一般的公司这个头家因的心态是啥？人若安尼有用咱就用，这是一种的利用人。有当时教会也安尼不知不觉伫咧迄个过程内面，咱嘛同款有安尼的心态。当人有路用的时阵就安尼被迄落安尼赏识，互人安尼拢被老板器重但是人一旦无路用的时阵，就安那去互囥伫一边无人要插，无人要关心。安尼的迄款的心态，毋是耶稣基督的迄个模范。耶稣所竞选的，毋是人迄落目睭来看做迄个讲有路用的，乃是人目睭中看做迄个无够格。但是耶稣却愿意开时间伫迄个中间，伫遐来栽培因、陪伴这个人看做无路用的。就算讲咱会通看见的，就是伫咧甚至到门徒，伊伫咧已经到因为耶稣就被钉死伫咧十字架，后来甚至已经过活了，像彼得伊伫遐安尼真艰苦心，伊安尼无承认主耶稣三遍无认主，伊伫遐迄种灰心丧气的时阵，耶稣依然看出伊的迄款的潜能，一下来交代迄个真要紧的讲。你莫样我样，继续伫遐来鼓励，搁伫遐来教导遮所有的门徒。所以咱爱真清楚一件代志，就是迄个上帝所要用的，
上帝所要用的，咱就用，安怎？这才是耶稣用人的迄款的迄个态度。就较亲像伊这是，咱讲这是一个维护的心，是要为着要成全人，毋是无搁再是干那安尼，咱讲，咱一般咱讲叫做适才适用，安尼那尔。只要是人有一个谦卑的心态，愿意学习，伊就是上帝所要用的人。毋那是干那遐个教会内面的遮个领袖，乃是大家人同齐伫遐来改变，互上帝，互安尼改变迄个用人的观念，观念就是安怎？迄个领袖愿意互人有迄个操练的机会。人嘛愿意接受迄个操练的机会，搁安怎？咱大家也安尼，互人有迄个操练的迄款的环境，教会就会安尼，咱讲破除侪迄个咱伫咧服侍内面，一定要有安尼，拢总已经做甲拢真矫正、真完美才要互人服侍，安尼迄款的迄款的心态。咱毋惊互人操练的机会，安尼人就人才。会哪来哪侪，会受到侪的培养甲建立，咱的教会就无搁再安尼伫迄个中间伫遐化工，咱伫遐欠缺人才。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分享的，咱搁一摆重新来思考，互咱会通安尼行伫咧主所爱咱行的即个道路的顶面，互咱的教会真正会通有侪人安尼用到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献上互主所使用，就较亲像讲，咱无路用，但是上帝要用，搁爱怎？上帝要用，咱就赶紧互上帝用。咱若讲无要用，就无路用。用了就安尼有路用，搁安怎？哪用哪好用？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伫主的教会哪来哪得到主的施恩赐福满满。咱犹原有几个安尼问题，咱好好来去亲像。第一个，为什么上帝要互咱使用这自认做愚戆的人？咱愿意降服伫上帝面前，互上帝所使用吗？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上帝要使用谦卑的人？教会犹原共款，抑阁欠缺侪服侍的人才。咱的教会敢有欠缺人才？是安尼讲，咱敢有安尼，互人有安尼愿意服侍的机会？第三，为什么咱毋是只有干那用遐个安尼会晓行路的人，也互遐个会跋倒的人有操练的机会？咱愿意互人有操练的机会吗？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咱会通搁一摆来思考，互咱的教会哪安尼下主的心意，也成就上帝国伫咱的教会，咱的国上帝国伫咱的教会内面来安尼呈现，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谦卑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会晓学习用主你所教示的话语，阮安尼来欢喜尊叹，来实行生活伫阮的生活内面来实践出来，互侪人因为阮欢喜，互主你使用，阮也接纳侪人来培养阮的所有同工，互因伫主你的教会会通有做真好的训练，成做主你要紧的工人。阮求主圣神不断来带领阮、引带阮，互你的教会伫即个社区会通做好的工，来高举主你的名，互你以阮所做的每一项代志得到一切荣光。安尼恳求祈祷，拢上过做出叫圣名，阿免。此时，请咱同心应许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510首，圣诗第510首，温存做工无嫌劳苦，请咱起立来一起传手。
只是请咱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第摆来毋知影奉献意义的人，通毋来奉献。只是请李安心执事、曾建明执事来出现。来到你的面前来邀请你，感谢你嘛通过今日林牧师的分享，我一解了解。我毋是看阮家己的能力偌济，是看阮家己当放下偌济，会当提出偌济热情、决心来服侍你，来荣耀你的事工。当阮献出阮家己的理想事事的淡薄来做教会献工的内容，为你感谢，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只是咱来读，一声来读本周的经句。毋过上帝，毋过上帝，互恁甲基督耶稣结连，互基督成做咱对上帝来的智慧，就是互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同时成做上帝圣洁的子民，搁得到自由。人数1章30节。好，这是咱来报告。敢有第摆来到教会的新朋友无？好，无咱就来报告，因为我的台语真无认真，报告的部分就用国语来让大家报告这样子。本周六就是那个30号晚上5点半，于教育厅旁的小教室召开小会。请小会会员预备新参加，下主日礼拜后召开长执会，请各事工部就教会未来20至30年可能计划事工所需之教会场地召开内部讨论，并于小会中提出并会诊。最近大考放榜，恭喜本会青少系升学，那升学名单如下：愿上帝施恩赐福，
使他们在学校及各方面皆有好的表现，荣神益人。那肢体消息有以下这些活动：有大专事工委员会举办的2022暑期各项营会，那详情请看公布栏。8月27号礼拜六上午9点至下午3点，于暨南教会七星众会婚姻部举办未婚联谊会，详情请看布告栏海报，仅限于未婚的兄弟姐妹。然后9月23至24日，于台南红玉文创中心总会妇女事工庆祝迈入100年，举办妇女事工100周年庆典。那详情请假妇女团契会长赖碧爱姐妹。10月21至23日，于新竹圣经学院举办2022全国社青读经营。那详情请看布告栏。好，下周的服事表如下，那请有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们预备心和预备时间来服事。那奉献的明细也请大家参阅，如果有错误的话，请尽快向出纳反映。那以上报告，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那我们来重新来当心来祈祷。全能的爸上帝，阮为着世间的和平来祈祷，求主互俄乌战争早日平静，怜悯受难的百姓，互受苦的百姓得到平安，互和平降临到阮。阮为着见证的意向来祈祷，求主降伫阮中间，互阮有合一的灵，互阮伫建堂对规划为完成，拢有主你的同在，互南洋教会伫这土地做根做源，故总属我所需要的拢无欠缺。上后，阮为着阮的兄弟姊妹甲厝内的人，为着伊身躯的健康来祈祷，求主你亲自医治身体欠安的，互阮的身躯心内拢得到平安。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咱做伙因祝福的诗，圣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引带阮脚步，因诗带请牧师来主导，请咱起立来因传手。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性。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险。吊恁的是信息以后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送到地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
请坐，别倒闭会。